大家好，我叫陆红，来自苏州吴江，我开了一家纸制品公司，我现在在公司里就是担任第一把手了。我们的公司有点特别，我们48个工人，里面有35个是残疾人。感觉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能在一起工作。肢体受罪影响不了一个人上线的。他们就是我的宝贝。以前老多工作，真正的有一份工作了，他们会用120分的力，在我们这里学到了技术啊，通过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。我的愿望是带领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也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。